大家好啊，又係我 Samuel 啊，今日繼續同大家推介呢個蔚藍星球國王很忙啊，佢今期咧喺呢一個新年活動啊，同呢一個咧白爛貓呢個 IP 合作啊，咁呢個咧主要係 LINE 咧嘅一啲公仔貼圖嘅 IP 嚟嘅，咁大家有興趣咧，中意呢一隻角色咧，今次啊都可以嚟試玩下呢個蔚藍星球國王很忙。咁呢隻遊戲咧主要係一個塔防遊戲啦，會根據咧你個唔同嘅伺服器啊嘅開服日數咧去出唔同嘅進度嘅。不過咧今次呢一個新年活動咧就係全部服咧都有嘅，咁係一個 IP 啦，再成一個新年啊農曆新年嘅活動。咁而家新嘅伺服器咧已經開到144服啦，咁應該都係呢幾日內去開嘅啫。咁所以大家咧如果見到點解你個服有時冇見到其他人用嘅角色咧，只係因為你個服未開夠一個足夠嘅日數而未有嘅啫。咁就要慢慢根據你嘅進度去打啦。咁如果你哋未玩過咧，今次新嚟試玩咧，就可以用我下邊呢一個 Info Box 入邊嘅新人曲啊。咁你打完第5關之後咧，就可以喺左上角直播主專屬嗰度咧，入翻我下邊嘅轉珠盒專用新人馬，咁你就可以得到唔同嘅獎勵，令到你抽得快啲啦。咁都簡單咧講下今次呢個白爛貓活動究竟主要係玩咩啦？咁呢一個咧就係呢隻遊戲嘅基本版面啊。咁見到我就打到130關啦，我都玩咗幾個月噶啦。咁最主要咧睇翻右手邊啦，大家快啲加入咧玩呢個新春福宴啊，得翻5日。咁今次咧呢個就係新春福宴，就係同白爛貓合作嘅。咁上邊啦會有得俾我哋抽唔同嘅翻樂啦，去抽中唔同嘅相同卡片嘅卡數，會有一啲獎勵，都係一啲鑽石啊，或者可以換嘢嘅一啲獎勵俾到大家嘅。咁當然新年就係呢個鴻運如意啊，呢一個咧就可以換到啦。咁基本上每次活動都好相似嘅，就係得到嗰一次活動嘅一啲指定道具啦，就可以咧去翻兌換商店去換翻啲 skin 啊，或者係武裝啊，或者係你啲圖騰等等啦。咁詳情咧可以參考翻上一條國王很忙嘅片啦，都有詳細講嘅。咁今次咧主要都帶一個攻略，如果你真係加入嚟玩咧，玩呢個新春福宴咧有咩要注意啦？除咗咧每日可以打連獸之外啦，連獸咧喺中間咧可以揀唔同嘅嘢去強化嘅強度，而得到唔同嘅火咧去攞晒呢一啲獎勵嘅。咁2400都有啲難嘅，咁大家就可能打一半，或者根據自己嘅 level 去揀翻咧，督翻呢幾項能力究竟加唔加咧，去攞翻相等嘅獎勵啦。咁可以自由去挑選嘅。另外啦，但最重要就係中間啦，新年食嘢就非常之緊要啦。就係中間呢個盛宴籌備咧，呢一個咧有少少攻略俾大家見到啦。而家盤面上邊咧有6個餸菜可以去製造啦，或者提交。咁佢每日咧就會使咧有2個餸咧係急需嘅。咁我自己就建議大家咧可以等嗰一日急需咧嗰一個菜品咧先交上去嘅。咁點樣可以得到呢啲菜品嘅材料啊？譬如整呢一個八寶葫蘆鴨，見到我冇呢隻鴨啦，但有豉油有菇喎。咁就可以睇翻右上角咧，去問朋友去請求一啲材料啦，或者係解呢一啲福宴嘅人每日解咧，而得到唔同嘅材料包，咁都係隨機嘅。咁另外啦，或者你係直接話我好想煮到好多福宴咧，去交餸菜而換到相等嘅獎勵咧，都可以俾翻石去換一啲成盒萬能嘅食材嘅。咁因為咧每交上咧我哋唔同嘅食材菜品之後咧，就會解鎖翻呢一度啦。咁解完50級之後咧，就會係每400就會有隨機嘅獎勵啦。呢個咧，我覺得係一個幾好玩，咁都推動大家去打關卡嘅。咁呢一隻關就係非常之簡單嘅塔手 game 啦，每次我哋就係揀4隻寵入去打嘅。咁詳情大家可以參考翻下邊 Info Box 嘅連結啦。但咧最緊要就係你哋去試玩一下咧，自己啱唔啱玩呢一類型嘅遊戲就最好啦。咁記緊啦，今次帶俾大家新年嘅福利就係打完，如果你試玩又過到第5關咧，就可以入下邊 Info Box 第一個新人馬咧，就可以得到更加多嘅獎勵啦。同埋大家咧呢隻 game 最好嘅咧就係抽爽啊，抽得非常之爽。基本上咧大家得咧撳一個商城咧，得一個咧擂鼓招募嘅啫。咁我建議大家咧有就係咁抽就可以噶啦，因為咧佢抽到指定嘅數目咧，你嗰部抽蛋抽人嘅機咧係會升 level 嘅，咁就會出現唔同 rare 度嘅一啲英雄啦。咁所以基本上咧抽飽抽爽嘅，咁所以大家有呢一啲招募券全部 all in 咁就可以噶啦。
咁詳情究竟呢個 game 係點樣玩啊，或者點樣配置呢？咁我都會放翻上一條片咧喺下邊 info box 啦，大家可以參考翻下邊嘅連結。咁希望大家咧都係試玩下呢個遊戲啦。咁今日呢個新 game 情報啊，或者係一個我自己同朱太咧已經玩咗幾個月遊戲，都想喺新年推介俾大家。咁如果你更加係中意白懶貓嘅，就一定要試玩一下啦。咁希望你可以訂閱我，咁我哋下個遊戲片再見，拜拜。